咱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持續收聽持教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後，同你大家強下的關心係美國的中國的貿易戰，例如進一步加碼。後數據連串的問題，對節目地圖我哋嘅繞強度，你兩個老朋友，第三同嘅做小片呢，係中華經濟研究站 WTO 啦 RTA 中心嘅涂橋下涂教授老師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呢個教授呢是談講台後財經的，係李博強李教授李老師您好。盛元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謝謝兩位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這個聚焦國際的現場。其實我們原本看7月10號，川普說要對這個中國課關稅，那時候大家就已經有一點哇，2000億也還不少，然後要課10%的關稅，感覺影響很大。想不到前天美國又加碼，他說中國在這段時間都沒有釋出他們認為的善意，所以現在變成要課25%。那我想請教一下老師，喊了那麼久，究竟貿易戰開打了嗎？這個其實中美之間貿易戰啊，我個人覺得是非常嚴重的哈，而且可以說已經早就開始了。為什麼呢？因為所謂的貿易戰哈，我們目前看到的哈，主要是提高關稅，是。但是在提高關稅之前，其實它已經針對美國的鋼鋁的進口也提高關稅，只不過那個是它是用國家安全的一個理由啊，一個232條款，全球性的，它不是只有針對中國。對，所以那個是一個廣義的一個貿易戰。那真正針對中國的這個貿易戰呢，好，那當然好是指的現在的這個所謂的2000億產品這件事情。但是在這個2000億產品提高關稅之前，也就是在今年的7月6號，已經有一批大概是價值340億美元的這個產品啊，已經開始提高關稅，而且開始生效了。那至於針對這一次2000億產品，為什麼又有加碼，從10%要提高到25%？最主要是川普認為中國對於這個美國對他的採取的一些在貿易制裁啊、提高關稅這些措施，他們也祭出來了。一些中國要提高關稅的一個反制措施，就是那些農產品啊，然後會影響到川普這個支持州的選票的這些產品。對，所以川普是認為說中國不知道悔改，反而提出報復措施，所以他現在也要反報復。是啊，所以這個真的是相互在制裁。那我這樣的問號，就像杜老師講的，現在其實已經開打了，戰況就我們目前看到這些跡象，誰佔上風，誰居於劣勢？如果要講說貿易對一個國家的佔的比重來看的話啊，當然是中國大陸這邊佔的貿易比重是比較高的，因為進出口貿易對於中國大陸這個整個經濟發展過程裡面，還有到目前為止的一個經濟結構裡面，對貿易對它的比重是比較大的。那就美國來講，美國其實影響它 GDP 國內生產最重要的其實是民間消費啊。那但是這個提高關稅以後呢，雖然在這個340億產品提高關稅的這個項目裡面，還主要沒有針對消費性產品，是好，所以還不至於影響美國的民間的消費。但是呢，這個340億產品裡面呢，很多都是零組件，譬如說飛機的零組件啊，機械設備的零組件。那這些產品呢，進入美國，就美國的企業來講，它的進口成本提高了。其實是會影響到它的最終的產品的價格，也會影響到它最終產品的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所以就這一方面來講，這個也就是一般人會講說，為什麼美國提高關稅，可能最後對他自己也會有負面影響，因為這個如果影響到美國產品的競爭力的時候，會對它的出口有進一步的負面的影響。好，所以這個影響，尤其是假如說我們還講說兩面刃，兩面刃，而且如果說我們講說接下來還有2000億產品的提高關稅，那個可能就會擴及到一般的消費產品。那這一般的消費產品會使得美國的消費者所面對的商品價格提高，那他們的消費就會減少。那他們的消費減少的時候，其實就會影響到他們的 GDP， 他們的這個國內生產的經濟成長率會降低，所以這個對美國也是有負面影響的。老師講的這一點哈，我們其實可以想見，就像川普政府，其實我相信他自己，包括他的這些財經的智庫，一定也有提醒他這一點。那在這個同時，其實我在收集資料的過程當中，也看到另一派的講法，就是說
有人会觉得说，其实10%到25%，影响并不大。那真的要对于中国让他感到痛，就是要对所有中国进口的产品全面性的课征关税。我不知道这一点李老师怎么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2000亿，我们帮观众换算一下，以现在的汇率大概是6.2兆台币，我们一年的这个总预算也才多少？不到2兆，所以好像也不小。究竟这占中国输美产品的多少？如果是以2000亿来讲，严不严重？好。这个就如我们这个刚刚盛元主播讲了哈，还有我们刚刚杜老师也提到了，实际上美中贸易战实际上这个由来已久哈，过去很多的这种贸易摩擦、贸易的争端，到最近好像感觉我们好像正式开打啊，事实上这个是从过去到现在累积起来。好，那我们如果从这个目前这个数字来看，那这个数来看，刚刚这个盛元主播提到了不管是这个这个500亿，或是这个2000亿，或者是未来可能加码到5000亿这个产品来看那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数字，我们从这个美中贸易过去的这个金额来看事实上在这个1979年的时候，那美中贸易的这个金额多少呢？实际上非常少在这24.5亿美元。是。那但是呢，在后来这个随着这个中国呢这个加入 WTO 之后那这种贸易额度呢实际上快速成长，到这个2011年的时候呢，已经成长了多少呢？4466亿美元。在2011年，对，在2011年的时候，那2017就去年成长多少呢？去年是6359。那在这个6359亿的贸易额里面，其中呢就是美国对大陆的进口呢是1303亿，那这个中国呢出口到美国是这个金额呢是5056亿美元，5000多亿，所以2000亿也超过，也将近40%。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如果两国的这贸易额来讲6359，那你2000亿美元来讲事实上这个占的这个金额呢事实上大概是接近这一半。好，所以如果由这个数额来看，事实上这个感觉还不是说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这个川普他想要的比如说你要去这个降低呢美中这种贸易逆差，或者是我要去打击，或者是针对中国所有的这种进口商品来课税，事实上还没有到位。但是呢，这刚刚杜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美中贸易战它所引起的这种外部的冲击的效应包括这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的这个影响其他这个产业，影响到消费，影响到投资。这个未来它的这种效果，负面冲击的效果，这远比目前的所提到的这个2000亿还大。这里我想要也顺便为观众请问老师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以战，就是贸易战这个战争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究竟在贸易上打战怎么样算是赢？比方说，我们知道川普为什么要引起或者是说发动这一场贸易战，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他觉得哇，中国你们这个赤字太可怕了，他必须要平衡这个贸易的赤字。如果是以这个角度来出发，再回到我们讲什么叫赢得这一场战，是不是到时候贸易赤字被抵消了，两边的贸易变得比较平衡了，就是赢了吗？那如果要赢这一场贸易战，就美国来讲，它可能需要付出哪些代价？ OK， 好，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政策基本上它是一个属于迎合民粹主义的一个贸易政策。是所谓迎合民粹主义，就是他们所看重的主要是短期的、当前的一个现象。因为他就是看到中美之间有这么大的一个贸易失衡，所以他就剑指中国说，我们彼此之间这个贸易失衡的现象必须要消减。但是呢，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问题的原因，并不是双边贸易啊。虽然它的最大的贸易赤字来源是中国大陆，但是造成它贸易赤字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它产业结构、它的经济发展结构，甚至还有汇率的因素。譬如就像他讲，他觉得中国操纵汇率啊。对。但是问题是，好，假如说我们只针对这个中美双边贸易来看的话，如果美国在对中国的贸易战上它占了上风，那是不是它从中国大陆的进口会减少？是，那它的贸易赤字会削减一些，这他要的啊。好，对。但是它的贸易赤字削减了之后，美元的汇率会怎么样？美元会升值。是，
美元升值了以后又不利于它的出口，是所以造成美国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还有我刚才讲到说，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因素，也就是说，目前美国是以服务业为主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那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主，所以当然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货品就非常的多，因为那个是它的竞争的强项。但是呢，美国的强项是服务业，所以其实美国的服务业的出口是很多的，包括它对中国的服务业出口，其实美国是有顺差的，但是呢，川普没有看这一部分，所以譬如说刻意忽略这个部分呢？对。他就去强调说他们的双边的商品贸易，所以就给他对中国注入了很多的这个必须要削减的这个压力。但是呢，即使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想要去解决他们双边贸易的问题，但是最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看到中美贸易平衡？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许那个失衡的数字会稍微削减一点，但是那个是不可能说做到平衡。那同样的，川普的贸易政策对于其他国家，譬如说对于欧盟啊，对于这个墨西哥啊、加拿大，甚至东亚的一些其他国家，他如果也要从这个双边贸易是不是失衡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也会引起这么很多的这样贸易伙伴的一个反击，因为我们事实上是不能说只就这个双边的贸易是不是失衡去完全就决定你的一个贸易政策。这里我比较好奇的反而是，其实美中分别是世界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但细看美国依旧是比中国这个经济规模大了不少。那为什么我反而觉得最大经济体川普比习近平急迫？是的，这个就如这个刚刚这位主播提到了哈，事实上，这个当今这个全世界最两大的经济体就是美国跟中国哈。那美国的 GDP 呢，实际上已经这个突破了这个18兆美元哈。那中国的 GDP 呢，大概就12兆美元。所以事实上，这两个国家还有一段距离。50%。对，虽然是说距离第3名还有一段的这个距离啊，就是说这个事实上啊，就中国虽然它的这个实质的这个虽然它如果是以这个物价去算的这个 GDP 有可能去超越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 GDP 但是它的人均的水准还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发展，事实上这个跟美国确实是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包括这一次贸易战里面所引发的比如说这个中兴事件，那中兴事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中国在这个比如说芯片，你看这么多连芯片都做不起来就表示说中国在基础科学事实上是落后美国，所以他才弄一个2025刚好就变美国的箭靶。没有错，所以这次美中贸易战实际上有一部分也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来讲，川普是商人的个性包括今天中国大陆，可是他是一个破产过4次的商人，没有错，所以他在这从商上面非常有经验那讲究这些快准稳狠要这个当机立断来做。那但是呢，他又善于这个谈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时候，你看川普叫战之后，你看，比如说客关税，那事实上这个叫战，如果这一波再延长，从刚刚我们杜老师提到，你看钢铝从1月份、2月份，对叫战到真正开打，比如7月6号这一波的这个开打那当然中间呢，叫战之后的中间，当然有些阶段也是希望双方去谈，因为现在中国采取的策略是说，这个不要正面，尽量不要正面，而且中国很聪明，你看美国川普站第一线。中国，你看连李克强都没有出来，没有错，大部分都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讲而已，这不是上市对下市吗？派个这个财经小组，比如说刘鹤就可以了。谈，那谈了之后，事实上没有什么结果那之后开始川普又叫牌，又这个开始出兵那当然，这个如果我们再仔细去推敲，就是说，川普他的贸易战略事实上是这个有他背后的一个动机啦如果在这个我们最受他选前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在喊了嘛就是说这个过去美国呢在这个整个全球化跟这种多边贸易的过程中，事实上受他很大的冲击包括制造业的这个外流，所以他你看上任之后，他也很聪明对不对？他这个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你看这个他也认为说，
过去中国呢这个叫 WTO 之后，但是中国还是很多的关税的壁垒。比如说采取这个你看进口的关税，对这个自己产业的补贴还有这个倾销等等。好，老师，那针对其实您讲到一个关键的词，就是 WTO。那在这个脉络之下，究竟 WTO 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先让观众休息一下，等下广告之后，取手的关注哈纳多，因为每日讲任些问题。待会我们就会从下面 WTO 这里。非常高中的讨论的现状。刚才上半场结束之前，我们听到这个李教授点醒我们一件事情，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世界贸易组织哦，这就是我好奇的地方。刚好这个老师是专家，那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觉得好像 WTO 被忽略了。然后如果这件事情 WTO 不智慧不做一些处置的话，是不是刚好这一次的美中贸易战正凸显了这个机构好像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OK， 我是 WTO 中心的研究员啊，我们这个研究 WTO 非常多年啊。那事实上目前中美双方对于这个贸易战，包括双方的提高关税，还有美国寄出了一些什么国家安全防卫条款来保护智慧财产权这些条款所提出的这些贸易制裁呢，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中国大陆已经在 WTO 里面告美国了美国现在一个最新的动作，他刚通过国防授权法案，等川普签署而已，里面又讲了要严格控管中国去并购美国的企业。好，那在投资并购这方面WTO 的规范比较少，对，那主要是在贸易方面的规范那美国也在 WTO 里面告中国大陆那为什么他们双方互告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自己双方的立场是不一样的。美国是从一个所谓的传统上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自由的国际开放主义的一个角度去认为说中国大陆有很多的措施是违反了 WTO 措施，包括他在2001年加入 WTO 的时候所签署的一些入会承诺，他都认为说中国大陆没有忠实的去兑现也就是他的开放承诺他没有兑现那但是中国大陆呢，他就从说我加入 WTO 的那些承诺呢，基本上是一个谈判的成果，所以呢，我只要按照我属于我这开发中国家一个相当的水准，然后符合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精神，我去已经做了很多的开放市场措施，那我就是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它其实是多边贸易组织这一套的这个贸易规则的一个创始国。可是老师，他现在变成是不要多边了。川普上来之后，对，所以就说他的骨子里面，他是一个主张这个自由开放的一个国际主义，这是他传统的。他当初在设计这个多边贸易组织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事实上走到今天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的国际主义呢，其实它已经有很多的修正了。也就是说，包括它在攻击中国大陆的产业政策是受了政府很多的补贴它的很多的这个市场不够自由开放，这些呢，其实美国它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补贴，譬如说我们说它对农业的补贴，它对于军工这个技术产业的这方面，它也有很多国家的一些支持。所以呢，这个他在攻击中国的时候，中国就是说，所谓的产业政策，并不是只有中国有产业政策，很多国家，尤其是开发中国家，它为了要发展，它都有一些产业政策。所以呢，中国它是从这个它原本是一个属于中央计划型的一个经济体，去依照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去做它的开放市场的一个措施，所以呢，他所站的一个角度跟美国所站的角度就是不一样的。中国认为说他已经开放了很多了，平行时空了嘛？对，中国认为说他已经开放很多了，但是呢，美国认为说你开放的还不够，尤其是你还有很多国营企业，你都没有自由化，好，那这
而且你在国营企业又参与到很多的这个经济活动里面，这都是造成一个市场不够自由的，一种结果。所以呢，他就认为说，你的这个加入 WTO 的一些入会承诺呢是没有忠实去兑现的，有的反而是，尤其是在国营企业这一部分，他认为说他反而是在走回头路。我整理一下杜老师讲的，从上半场到现在，如果我把这条线拉出来，老师刚好上半场讲到它是一个迎合民粹的一个做法，然后老师又讲到，其实原本美国的这个贸易精神是多边的，是自由开放的，到了川普才改变。我们从民粹川普到接下来美国马上要进行期中选举，所以这根本是一个某种程度的选战操作喽。选举的因素大概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啊。但是呢，其实川普的一些幕僚，他也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认为说，长久以来处于这种开放的国际主义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是造成了美国很多的就业机会外移，因为它的制造业外移嘛，所以呢，这也是目前川普虽然是在选举的考量下，他操纵了这一个贸易政策，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就他的一个根本的一些他的幕僚所看重的是这个长期以来美国在制造业上丧失了竞争力。那就这一部分来讲呢，未来即使川普下台了，譬如说第二任期他没有继续，或者说即使他连任了第二任期，他有新的总统上来的时候，可能美国有一些这个对于国际经贸的这些的政策呢，会有修正。对，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修正。所以这个就对于目前这个整个的国际的经贸秩序，还有经贸的规则，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影响。讲到影响，其实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这一场两只大象打架，那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曾经看过一个机构的预测数字，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点严重，有点夸大，就是贸易战那时候还只有10%关税的时候，有可能会对我们的 GDP 影响的这个数字达到4%多。那我不知道数据化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可以参考的一个标的，或者是究竟对台湾来讲，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是我觉得这个台湾呢，在美中贸易战这是没办法回避的哈。第一点就是目前台湾呢，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率是非常高，高达多少呢？67.6%。老师，价值链的参与什么意思？帮我们解释。价值链就是说，你看现在台湾很多的产业，事实上是融入在很多地区。比如说我们讲一个产业链哈，产业链就有上中下游嘛，对，比如半导体，上游就是 IC 设计，中游就是晶圆代工那再来就是封装测试，是对，所以我们可能在很多的产业里面比如说我们跟大陆的有些产业，我们是融入在它的供应链。那供应链如果我们用它的产生的这个价值去衡量，那当然就是衡量它的这个价值链所以整个供应链跟价值链事实上是同样去看那简单讲就是说，第一个，台湾很多的产业是参与全球很多的这个供应链，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美中贸易战，有人讲说哇，那不仅是对中国不仅对台湾，对整个亚洲地区，它的整个供应链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第一个可能供应链的重组，第二个可能冲击到这种价值链这样的影响。好，那台湾呢，既然第一个整个价值链参与率这么高，第二个是我们也都了解嘛，你看这个台湾不管是基于过去的3角贸易、4角贸易这个对这个台湾的这个产业的冲击，这个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刚刚这个摄影主播提到，比如说好，那某机构，我不晓得哪一个机构某机构它预测如果是4.8。在我们 GDP 的4.8，那个是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成长才3.多我们 GDP 多少？不是，那个是 GDP 的值，不是成长率。那 GDP 的4.8，你看我们的这个 GDP 多少？大概是还不到18兆台币。是。好，假设我们用18兆台币去算，那4.8大概多少？0.86兆0.86兆8600多亿，这是非常大。事实上，就我个人看法，但不可能这么大。目前来讲，那我们这个杨总裁杨总裁他这个在一次的记者会提到，我说哇，那如果这个美中贸易战打起来那也是基于我刚刚所提到的这种供应链、价值链的这种影响，他的预估是多少呢？大概是1.8%。
我觉得这个还合理一点啦，1.8%，如果刚乘上我们的18兆台币， 3000多亿，那大概3000出头，3100多亿。央行最近跟财政部是不是有点彼此又好像又有什么？对，那个呢是啊，那个是在最近这个人行啦，人行跟财政部，中国人行财政部啊之间有一点这个打架哈。所以这个除了这个之外，那最近星展银行他们有一个预估，它的预估就是对 GDP 的成长率是啊，它成长率说，如果这个美中贸易战如果在持续，或是这个川普呢采取更强硬的，比如说2000亿克25%的关税，是它可能预估的影响是对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影响是1%。那1%多大呢？非常大。我们今年预估啊，在最近啊，我们这个中研院它的预估是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比较乐观的估计是2.69%。你看，如果再少掉1%，我们剩下1.69%，而且2.69是乐观哦，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因为未来。各位都知道，这个美中贸易战打起来之后，未来下半年，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它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可能预估搞不好会降到6.5%哈，那上半年是6.8%啊，然后在对全球的整个经济成长也会受到冲击，包括美国自己也是一样。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经济成长不能过度乐观，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掉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的一个冲击是非常大，包括产业。时间点其实真正的冲击还没来，已经慢慢开始了。可是已经开始了，7月6号就开始课税了。对，我说对台湾而言，我们有感受到那个压力了吗？其实这会影响这个企业家的这个投资。因为如果说他展望未来的景气是不好的，他收了。对，他就不愿意这个把钱